各位街坊，單價只需要14,000蚊左右就可以喺中山最繁華嘅地段買層70年產權嘅住宅。嗱，呢個樓盤名叫金鷹半山花園，可以見到全部起好晒，即買即入住，唔需要等嘅。睇翻我哋樓盤對面呢，就係中山市最大個商場萬象匯購物廣場。咁你落樓下呢，就可以滿足你生活所有嘅一切。人哋花14,000蚊買個樓盤呢，要打車坐車過嚟呢度先可以享受咁樣嘅商圈，你就唔需要嘅，你即刻落樓就可以享受到。而且樓盤對面就係永東巴士站，有直通香港巴士翻到香港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，非常之方便。而且呢個位置呢，步行過馬路對面大概200米就係興中地鐵站，45分鐘經地鐵呢可以去到廣州嘅珠江新城。去到深圳都係45分鐘，而且中山北站都喺附近。香港朋友坐高鐵全程都係個零鐘就可以翻到香港，非常之方便。我哋依家事不宜遲，即刻入去小區裏面望望。入到嚟小區可以見到整個小區園林花花草草全部整好晒，而且配埋一個露天泳池。夏天陣時閒時咧就可以落嚟游下水，係幾爽嘅。咁呢個小區嘅佔地咧係4.5萬方，分10棟開發。咁總戶數咧係有850戶嘅。咁我哋車位咧個佔比係1:1.7，做到人車分流，車位係完全充足嘅。依家賣緊嘅係第7棟嘅樓王，可以望到整個小區園林同埋泳池個景觀，非常之靚嘅。咁依家其他啲單位咧全部都賣晒㗎啦，入住率喺到80%左右。我哋依家咧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嗱，依家上到嚟7棟嘅4樓，咁呢棟咧係2 lift 4伙嘅，前面2伙咧係145方，目前咧就冇咩貨靚㗎啦，只有天地樓層，只有2-3套啫。依家主要賣緊嘅係125方嘅大3房2廳2衛。呢兩個啫都係125方，但係個裝修風格咧就唔係一樣嘅。咁我依家先睇呢個啫先。入嚟之後咧係個廚房，你見到廚房嘅嘢全部都係交付標準華帝嘅3件套，抽油煙機、煤氣爐、洗碗機全部都係有賣嘅。咁我哋嘅廚房咧係做咗個半開放式，呢啲出拉門日後交付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個用料係非常之靚。睇翻我哋個客廳，非常之闊落，125方嘅客廳。非常之闊落，梳化嘅背景牆啦，同埋我哋嘅電視機背景牆呢啲啦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係寫到交付標準，唔係得個講字，真真實實係有嘅。客廳出嚟咧就係個露台，露台係朝南向嘅，南向嘅採光陽光係非常之好，而且仲可以望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同埋一個泳池景觀啦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咁我哋注照一個咧就係個設計非常好。主人房同埋客房咧係錯開嘅，隱私性做得非常好。睇翻我哋嘅房間先，每個房間都非常闊落同帶埋一個飄窗，個飄窗面積係贈送俾你嘅。咁睇翻嗰邊嘅客房咧都 OK 而且嗰個衣櫃全部都係做好晒俾你。呢啲衣櫃全部都係夠用噶啦。呢2個就係客房。咁再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話就帶個主人房嘅套設，3邊落床，1.8米嘅大床，完全夠用。呢度做埋一個衣帽間，呢啲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呢啲櫃全部都幫你整好晒。同埋呢個洗手間呢啲乾濕分離馬桶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依家單價14,000蚊咋，帶埋裝修就16,000蚊。呢度嘅裝修標準，裝修質量起到3000蚊左右。如果有興趣朋友，啲我將詳細資料發俾你望望。